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mber， 今日介紹新舊套餐豪宅地段嘅雲峰。洋房單位實用面積1949尺，屬於4房雙套間隔，地下全層為客飯廳，約32尺深，空間非常闊落，加上有4米特高樓底，配以落地玻璃趟門採光，空間開闊明亮，氣派十足啊！客廳連接約320尺嘅花園，提供私人戶外休閒空間。廚房設備一應俱全，爐具家電採用德國頂級名牌，用料極盡豪華，而且收納空間亦非常充足，方便煮食。跟住而家帶大家上去參觀睡房部分。上到嚟1樓共有3間睡房，睡房層樓底為3.5米，當中2間睡房同樣望向內園方向。浴室鋪上天然石材，感覺瑰麗典雅。套房空間闊落，容易擺放家具。落地玻璃門連接小平台。套房浴室同樣鋪上天然石材，更備有大浴缸。跟住帶大家參觀2樓全層主人套房。主人套房空間非常寬敞，可以擺放 King size 雙人床後，仍然可以3邊落床。主人浴室設備更見齊全，除咗雙洗手盆同大型鏡櫃，更同時備有浴缸及淋浴間，能夠滿足不同日常需要。最後帶大家參觀天台部分。天台面積大約有230尺，設有按摩池，十分豪華。如果大家想查詢呢間洋房，歡迎聯絡我，拜拜。